敬拜有拿那个麦克风的弟兄姐妹，不，麦克风先关掉，上台的时候再打开哦。
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召聚我们来到您的殿中，祈求圣灵在我们聚会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借着诗歌、敬拜、祷告、讯息与主有美好的团契。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让你的话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并按着你的话语而行。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同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小组。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一起在这里敬拜。神的连续每天都继续更新，神给我们的连续每个早晨都是新的。阿们！阿们！每个早晨，让我们用心去感受神的恩典。今天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更渴望遇见主。生命更多被主基督光照，就如同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阿们。阿们。若身体许可，请大家一起站立来敬拜主。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耀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
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播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渴慕。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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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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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
就是耶稣基督。阿们。主耶稣是我们生命永恒的盼望，因着主耶稣为我们生命舍命，就让我们的罪得以有幸被主赦免。感谢神如此爱我们，为我们赐下这白白的恩典。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但又何等的蒙恩，可认识你。我们要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的名配得所有的称赞。阿们。阿门。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
主基督以尊贵荣耀为我们冠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自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徒，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印文，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4篇，诗篇第4篇旧约圣经的541页。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请看 PPT 上面，请弟兄姐妹读橘色字体的部分。诗篇第4篇。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谎，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苦心久的人。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公祷，请看周报第3页，我们一同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我们一同为中亚国家伊拉克，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小港卫理堂林大生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此来祷告，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也为着台湾的水情告急，求上帝格外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为此祷告。
最后，我们一同来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由郑宝华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使徒行传》第3章12到19节，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新约132页，《使徒行传》第3章12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第二处经文在约翰一书3章1到7节。我们的 PowerPoint 答案好。好，在你的教会圣经本新约的264页，265页，对不起。约翰一书3章第1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谢谢宝华姐妹。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34到48节，新约圣经的99页，新约圣经的99页，由我来攻读。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到的是魂。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的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今天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当答案不够时》。
谢谢诗班将如此美妙的歌声献于主。再来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活的见证。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当答案不够时，神仍然同在。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些的答案，但是耶稣是我们的解答。或许我们觉得人生苦短，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事情无法马上获得答案，但是上帝让我们在时间当中做一些的经历。或许时间的经过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觉得喜乐高兴，但是时间是上帝的仆人，所以透过时间也让我们学习一些美好的功课。感谢上帝，圣经上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刚刚我们早上在带敬拜的当中，我们的因为3楼这边大概大家没有看到，其实我在4楼这边看得到一清二楚。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爸爸带着小朋友在上面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很多人说小朋友不会敬拜，小朋友不会唱诗，小朋友不会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什么？上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所以如果小朋友都可以敬拜，那么我们大人更应该要敬拜上帝。我们大人更需要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口，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言辞，美好的言语，上帝给我们有手可以敬拜。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去享受与主见面那样的喜乐跟那样的平安。愿上帝帮助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这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介意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的工作或是我们当中的社青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是不是跟客服有关啊？因为客服常常是要接人家的电话的。好，有一个阿伯去超市买那个杀虫剂，那因为他家里面蟑螂很多，所以他就去买了杀虫剂。然后呢，因为上面的说明书太复杂了，他看不懂，所以他就打电话去给客服。然后客服接到电话，喂，请问是客服吗？老师，请问一下，你们的杀虫剂上面有一行字我看不太懂，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不要对着眼睛喷洒，我不知道怎么喷才不会喷到蟑螂的眼睛呢？听得懂意思吗？那个喷洒眼睛是喷哪里知道吗？不要对着人的眼睛喷洒。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喷到那个这个蟑螂的眼睛了哈。那是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些说明书，帮助我们可以知道一些的事情应该怎么做。事实上，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圣经就是我们人生应该要怎么活，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去行。当然，你除了有圣经还不够的，你需要让上帝来开你的心窍。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的内容，他说上帝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心窍被上帝来打开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话。所以诗篇119篇里面这样说，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出上帝律法中的奇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带领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做礼拜或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信心帮助我们能够有力量。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会觉得在生活当中失去力量，我们会软弱，这是人的实况。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哇，做了个礼拜，哇，好像觉得信心增加了，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信心又软弱了。我有一个同工，有一个牧师，他常常喜欢跟我交通。他说，每一次跟你交通完的时候，信心大增，那一天精神、体力各方面都好像达到了巅峰。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又开始软弱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常在基督里，我们好像在打那个强心针一样，好像哇，今天打这个针，哇，厉害，我身体强壮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持续在神的里面，我们常常需要那个刺激，但是那个刺激往往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或是持久的。所以有一个蔡松惠牧师，他是画漫画的一个牧师，他提出有一个得胜软弱的5种方法，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参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今天刚刚诗班的献诗说，当答案不够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好，他提供了5个方法。第一个，可以殷勤不断的来追求成长。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只是礼拜天来教堂读一下圣经，然后做礼拜的时候稍微有听到经文，然后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再读圣经了，或是我们不再追求了，或是我们可能祷告的时间只有来做礼拜的时候来祷告，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一下，但是离开了礼拜堂以后，我们就不再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读圣经祷告不是为了来进行一个功课，我们不是像佛教说要做早课晚课，不是，而是要让你在灵修的当中与上帝更加的亲近，以至于你可以重新的得力。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重新得力，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所以千万不要说我礼拜天我吃了这个大餐之后我平常的时间我就不吃了，没有，平常时间我们仍然要领受上帝的话。第二个，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伙伴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无助，有时候我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你能够有属灵的伙伴陪伴你，跟你一起成长，这是好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有立约的小组。立约的小组就是说，不一定你要很多人，也许3个人、5个人，但是你立约，我们彼此分享，彼此互相的激励，彼此互相的造就，互相绕开求进步。也许你这个地方不够，我这个地方不够，但是我们互相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同伴可以跟你讲真话？这2天我们在阳明山，我们卫理公会的牧师们，我们到阳明山去受训上课，我们特别提到了有一个部分是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牧师常常在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失焦，会忘记了一些事情，没有谨慎，没有被提醒。比如说在金钱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情欲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些的权利上面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属灵同伴，有一个好的属灵伙伴，他可以提醒跟帮助你，有一些事情是要去注意的，要去小心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属灵的伙伴，还没有属灵同伴，请你能够找一位在教会当中可以跟你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同伴。第3个，我们需要很真诚的、很诚实的，在上帝面前坦然将自己的需要、坦然将自己的软弱交在上帝的手中。牧师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我当然知道我们希望能够做好的见证，我们不希望在众人的面前让人家觉得我们基督徒很软弱，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刚强是装出来的。我所谓的刚强装出来，是因为怕别人知道我软弱，怕别人不知道我好像怕别人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谁的身上？常常出现在教会里面的执事、教会里面的小组长、教会里面的牧师，常常这些人都不敢讲自己的软弱，因为怕被别人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别人知道没有关系的。长老教会常常出一个顺口溜，他说：“地角乌噜噜，专关长老甲牧师。”为什么全部关的都是长老跟牧师呢？因为牧师不太敢讲自己的软弱，长老不太敢讲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怕去做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悔改是好的。我本来准备了一段的经文，希望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知道，特别跟我们最近没有下雨是常常有关系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请你能够翻开圣经来。如果可以，请你跟牧师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你会发现，其实上帝早就已经应验跟应许这一段的经文在这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翻开列王纪上的第8章。列王纪上第8章的35节。好，列王纪8章35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那如果没有，请你就听牧师这边来念给大家听。列王纪上8章35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刚好正是碰到天闭塞不下雨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反省跟提醒的时候。然后请听另外一节的圣经，在历代志下的第8章，对不起，第7章，历代志下第7章的14节，历代志下7章14节。好，如果翻到我们来念，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请听牧师这边来读给大家听。历代志下7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坦然的承认我们的过犯。也许我们常常觉得说，罪好像是只有杀人放火才是罪啊，好像是只有看得到的才是罪。也许我们有贪心，也许我们有占别人便宜，或是我们可能在言语上刺激了别人，让别人不好受。也许我们有很多我们认为的小罪，但是无论我们的罪多大多小，我们都需要把它放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好让我们的土地能够重新得着恢复跟医治。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来做礼拜而已。请记得，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是要为上帝做祭司的。所以请举起祷告的手，为你所在的地方祷告，好让你所在的地方因为你得祝福得帮助。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在那里来荣耀上帝。好，第4个，这个蔡松辉牧师他的提醒就是，当你遇到软弱，会让你会有这些的困难的时候，请你要记得躲避跟闪躲。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个人叫约瑟。当约瑟的老板娘要引诱他的时候，约瑟常常提醒自己说，我岂可犯罪得罪我的上帝呢？当他的老板娘引诱他的时候，他就远远的跑离开他的老板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诱惑试探你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在金钱上我没有办法胜过诱惑试探，如果你知道你在情欲上没有办法胜过诱惑试探，如果你在权力的影响上没有办法胜过，那么让我们远远的躲避它，好让我们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个影响，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不至于被这些的事情来影响。最后，我们期待求上帝帮助我们用好的习惯去代替一些不好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常常去习惯了自己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正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早上几点钟做礼拜知道吗？10点钟，对不对？期待我们真的10点钟，在10点钟以前就在这里做好，来这里做礼拜。这几天因为我去台北开会，各位知道高铁如果开车的时候，如果假设我追不上高铁，我在高铁后面喊的骂他说，你为什么不等着我？你觉得高铁会理我吗？不会，对不对？好，所以高铁还是会开他的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如果祝福要临到你，如果你说为什么不等我？那对不起，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把握你在的时间。有一个姐妹，她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她是一个在我们制服艺人学院里面当这个做木香鼓的学生，他常常是迟到是很经常的。在去年的时候，后来去年他参加我们在南区办的这个立约礼拜的时候，他立志希望今年他的这个迟到的这个次数可以减少，甚至可以改变。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
调整跟改变的。这个姐妹她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她因为这样的励志，所以她本来迟到，每次迟到都是迟到半个小时才来上课，后来她开始迟到，15分钟她就已经到了，渐渐的迟到5分钟她就来了。到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很钦佩她，我跟她讲说，这个姐妹你已经胜过了，因为你在上课前5分钟你就已经来到这个课室里面要来上课。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你胜不过，你一定可以胜过的。也许你会觉得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没有关系，上帝给我们常常有再一次的机会。这个姐妹她是我们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她从半个小时的迟到可以改变成提早了5分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也可以这样做到，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可能会让你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前半段的地方，其实我们没有读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一群门徒正在聚集之前，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2个本来要离开耶路撒冷的2个门徒。这2个门徒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耶稣已经不见了，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跟的老师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失望了，回自己家乡去吧。这2个人他们的家乡在以马忤斯，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要离开到以马忤斯去。就在路程当中，他们遇见了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遇见耶稣你就认识耶稣，因为他们在路程当中，他们不认识这个跟他们一起走的人，这个人是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2个人他们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跟他们谈话，耶稣跟他们同行，甚至耶稣把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延续到他身上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后来他们在客店的时候，他们领会跟体悟到一个事情是，当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他们才认出原来这个是耶稣，是我们的老师，老师活了。所以这2个人又从以马忤斯又回到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跟那些的同伴，跟他的这些的同学，跟他的其他的门徒做见证的时候，这些人是不相信的。闹可怜，闹可怜！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吗？你有哪个证据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活的？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很多东西是失望的。所以上个礼拜跟各位提过，当时的门徒他们的失望到一个程度是，他们最后就放弃了，我们还是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回去执行自己的业务好了。以前我们是打鱼的，我们现在又回去打鱼好了。以前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又回去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对耶稣的期待，当他落空的时候，当他认为好像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去原来的事情好了，我们还是回去原来做原来的老路，走原来的老的工作好了，我们还是照原来以前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没有真正看到上帝，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是模糊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恐怕常常就会回到原来的路上。所以36节，今天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真的活在他们当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对他们说这样的话。36节，耶稣对他们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在问安的时候讲愿你平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 easy 的事情。你能够来到这里，感谢上帝你有平安。我曾经讲过，有一个执事跟我这样说，牧师，如果我今天能够来做礼拜，如果今天可以来参加聚会，如果我今天可以来参与一些的活动，那表示我今天家里没有事家里我的孩子还是健康的，我们家老人家还是健康，所以我可以来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为你能够来做礼拜感谢上帝，因为家里让你可以平安，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得平安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奢望，对很多人也是一个奢望。当你如果家里面有家庭需要照顾的时候，当你有老妈妈需要照顾，当你有小朋友需要照顾的时候，你还能够有平安，能够来做礼拜，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耶稣亲自显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大卫鮑森曾经这样说，他说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最频繁的命令就是不要怕，不要忧虑。可见人常常是会怕跟忧虑的，我们常常处在害怕跟忧虑的情况，下一步怎么走？哎呀，我的家人下一步会怎么样？我的孩子未来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我会不会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我会不会跟我的父母亲一直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相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忧虑，会害怕，但是整本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不要怕，不要忧虑。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催眠，告诉你不要怕，不要忧虑，恐怕那是不够的。除非你真的遇见了耶稣，除非你真的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要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你永远只是知道哦，我知道，但是做不到。我们知道，但是做不到。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可是我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持续不断的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还没有去念神学院之前，我是在纺织厂工作的，在我的工厂里面的工厂的很后面的地方有一个仓库。各位知道，在有些公司或工厂或者是在一些地方，通常都会有叫做鬼故事，知道吗？就是某某仓库或是某某工厂里面一定有一些鬼故事。各位，有时候我们当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不知道人家在暗示些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公司上班，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值晚班，然后我的老师傅就告诉我说：“哎，那个仓库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进去把它拿出来。”那很正常啊，没有事啊。进去拿出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居然问我说：“哎，这个仓库你居然敢进去？这里曾经有闹鬼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因为我不知道可以不怕以外，另外一个真正不怕的原因是什么？有耶稣在你的心里，有耶稣在你的心里。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所以不要觉得鬼很可怕，有耶稣在你心里，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的。好，所以得救在于哪里？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我们需要回归到主的里面，才能够重新得力，才能够重新来得着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忙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回不到上帝的面前。记得有一个那个连续剧有演过，知道那个词吗？回不去了。有时候常常回不去了，那个回不去是什么？因为你太多在世界上的事情，你回不到主的里面来。你常常哀说我没有力气了，我没有力量，我软弱了，因为我们回不到上帝的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如果想要重新得力，那么你只有回归到主的里面。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你只有回到主的里面，才能够重新的得力。因为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不回到主的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卸下这些的重担。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跟我们提到后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顾念我们的，可以把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他。也许我们不敢卸在人的面前，因为我们怕人家会讲我们，我们怕人家会说我们，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忧虑卸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放心大胆的把自己的重担忧虑卸在主的面前。我们家师母很诚实，她常常跟我讲，她说祷告的时候我都把重担忧虑卸在主的面前，但是过没有多久，我又把它拿回来在我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完你是不是真的把它交托在上帝手中，还是再把它拿回来？如果你交出去的，不要再把它拿回来自己的手上。施恩的主比主的恩赐更重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一定有主给我们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们有施恩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能够活在你的里面。保罗这样提醒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稣是在里面活的，还是死的？
如果今天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是复活的大能的话，那么在你里面活的耶稣应该是像保罗的耶稣。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耶稣是活的，你的耶稣是活的还是死的？门徒们忧虑的时候，是因为耶稣死了，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复活大能的，是有大能的，他们觉得耶稣已经死了，没有盼望的。但是当耶稣活活的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而且还可以吃鱼，还可以吃早餐的时候，他们说，哇，原来我们的主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稣有没有活在你的心里，还是他是死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各位知道，其实要做一件改革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以为说改革，我花个力气去抗议一下就可以了。当马丁路德去把那个95条对天主教的一个批判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他每一天要跟很多人辩论，他每天要跟很多神父在那里有很多的一些的挑战。千万不要觉得那时候的神父都是笨蛋，那时候的神父都是智慧很高的，那时候的神父都是博士级的。你这个教士居然敢在城门口去贴95条，你不要命了。所以每一天马丁路德都是很累的回到家里面。有一天，当马丁路德垂头丧气要回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穿了一身的黑衣，穿了一身的丧服来见他。然后马丁路德没有力气了，他就问说，家里谁死了吗？他的太太就跟他讲，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马丁路德说，不会的，上帝不会死的，耶稣不会死的。他太太说，耶稣死了，不会的，耶稣没有死，耶稣是活的。当马丁路德一再宣告说耶稣是活的，耶稣是活的，他又重新的得力了。耶稣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你的耶稣是不是活的，还是他是死的？如果耶稣是活的，你将要重新的得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44节。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事情。4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4节的圣经，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所说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的话都必须应验的。圣经的权威是因为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你要信上帝的话，从圣经里面所告诉你的，因为上帝要告诉你他的话是真实的。所以45节刚刚提到了，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圣经我读不懂，圣经太多内容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你要每一次在读经的时候，告诉你自己说，主啊，愿你开我的心窍，让我可以明白你的话。诗篇119篇里面提到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的奇妙。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读得懂圣经。上次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师大的中文系的学生，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牧师，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不知道它里面写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开心窍，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有关我们的事情，是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认识耶稣，你必须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有关耶稣的事情。从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都在传讲耶稣基督，所有的核心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46节他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也许我今天失败了，没有关系，这个旧人死了，新的人又再次的活出来。基督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那个新的不是只有一段时间而已，是你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你要与主同复活，你就是新的。如果你说我只有这段时间，那可能这段时间好惨。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与基督同活的时候，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基督为我们死，他有几个意义。第一个，他代替我们，他救赎我们，他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挽回与上帝的关系，赦免我们的罪，并且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白死的，耶稣是真的为我们死，而且是有意义的。他的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且他复活是带给我们新的盼望。所以47节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领受了赦罪的恩典，求上帝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去传讲耶稣基督，我们传讲他的名，传悔改跟赦罪的道。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不是只是要上天堂，而是要进入上帝的国里面。唯有进入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跟释放，不是只是期待那个天上的，而是在地上我们就活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会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教会要转化社会，不是要借着使人成为基督徒，而是要让人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鼓励人家来当卫理公会的会友，而是要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先问自己，是我自己是不是成为耶稣的门徒，我才能够带领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他，透过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来荣耀他。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它不是只是一个嘴巴里面讲的，它是我们实际上应当活出来的一个样式，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见证主的一个美好的管道。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记得，第一个悔改，第二个相信耶稣基督，这两个是要连在一起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基督使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使耶稣复活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复活的大能。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件，但是它也同时存在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每一天有复活的大能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应付你每一天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耶稣活了，让你可以重新有力量去面对你的困境跟难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坚守跟持守信心。其实坚守跟持守是很困难的。以色列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你坚持跟持续不断持守在主里面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信心。好，第二个，基督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圣经，做几个事情，就是第一个，耶稣应许要差遣圣灵来，并且这个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引导他的门徒来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圣经，并且透过圣灵让我们进入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所以毕德生这样说，不是我们使用圣经，乃是神使用圣经，使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心里运行。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透过圣经使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也许人不一定要看圣经，但是人会从你的身上看到你有没有照着这个使用手册，你有没有照着这个生活手册去活出那个样式。人不一定会看圣经，但是人会从你身上看到圣经的。第三个，基督使我们活出福音的见证。这一段话中间这一段话其实给我很大的提醒跟刺激。他说人们不是不相信你讲的福音，而是看不见你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耶稣的见证。我们讲福音，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福音，让人可以看到福音的见证？还是人看不到我们讲的东西？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真实的生命。所以传福音要真诚的，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你今天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特别去来扩大或是来帮助上帝的福音，而是你真实要活出那个福音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实的活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
不必要为了我要让某些人看见，或是要让某些人知道说有刻意的，并不是。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活出真实的耶稣。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有每一天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支取他的智慧、生命跟力量。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的地方，其他弟兄姐妹，我们用生命跟生活来荣耀上帝，或许很困难，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的。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路上发单张的时候，因为他很愁苦，所以他发单张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他，很多人告诉他说，我不太想要相信你信的耶稣，因为你看起来那么的愁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让你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让人看出你的喜乐是从天上来的？每个人都有愁苦，每个人都有家庭的生活问题，或者是面对的问题，但是那个属天的喜乐是人可以从你身上看见的。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让人看见真实的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在加添给我们的。用我们的生活来荣耀上帝。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荣耀你。我们知道我们有时没有办法，有时候我们胜不过，我们需要从你那里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愿你使我们重新得力，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常常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谢谢你这个再一次的机会给我们新的复活、新的力量、新的盼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背诵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次。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48节。回应诗歌在心灵粮诗选134首，因你圣名我们敬拜。我们一同来唱2遍。我们用金钱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诗献同工预备，我们一同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一切，使我们生活得以
充足。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一点金钱，求你悦纳，也请你让我们常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常做蒙你所喜悦的事。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向主呈献歌。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弟兄姐妹，麻烦请回座，等一下会后再彼此交谈。好，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消息。今天是复活节的第3个主日，在这一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起为着疫情能够持续的趋缓，向上帝祈求，愿台湾及各国的疫情能够趋缓，疫苗生产顺利，且有效的控制疫情。
3月份的财务收支表还有执事会的会议记录，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可以前往关心。今天下午12点30，在大堂有举办崇拜程序讲座，那我们请诗会、司琴、读经员所有相关的同工，请准时参加。那你如果这些同工你还有参加成人主日学，你来不及吃午餐的话，在201教室有准备小点心，然后你吃完再上来上课。那下午1点半，在205教室有举办第1次的儿童音乐品格营筹备会，邀请教育执事、儿童主日学老师、学青辅导、社青辅导，以及你有意愿来参与这相关事工的弟兄姐妹，欢迎一同参与讨论。本周六4月24号上午9点，在本堂有中南教区儿主师资培训，那目前大概有32个人参加，由徐志强牧师主理。请问老师同工、家长同得造就来祷告。下周日的下午12点半，在201教室举办服事人员训练课程，请招待诗献、点奉献的同工们预备心参加。还有109年度奉献收据已经放置在各位的奉献袋内，请记得取回以便报税。那你如果是使用转账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尽量采记名方式汇款，出纳才能够依名登录开立奉献收据。制服艺人学院活动已经开始进行，愿上帝赐福各项活动进行顺利。成人主日学于主日后11点40开始上课，欢迎弟兄姐妹参与上课，造就及装备自己。教会与长庚祈祷室合作，在五泉国小上欢乐美语班，请为教会志工参与服事关心来祷告。教会于2021年推动读经计划，目前持续进行中，请为弟兄姐妹努力追求代祷。为教会的红本门徒为理延伸旧约导论课程，学生们学习来祷告。教会将预备在7月8号跟7月11号举办暑假儿童音乐品格营，欢迎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来参加。那也请为筹备跟招生顺利来祷告。那我们也请大家为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增长至200人来祷告，求上帝添加得救的人。再来还有一个就是4月21号星期三的上午9点到10点，由松柏小组特别邀请会神的教授蔡慧秋老师，那他会在副堂来分享基督徒的远见。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星期三的上午9点到10点。那再来，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的新朋友林嘉文，这是弟兄还是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那肢体消息，我们为着弟兄姐妹工作稳定健康、身体健康不受疫情来祷告，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跟与3到4月8位的新朋友，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
们请牧师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基督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天天活出基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活，使我们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我们在殿乐中为今天肢体消息以及教会的事工来代祷。那你如果有病痛跟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来，牧师可以为你们祷告。